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昨我接到梁老师的电话，梁老师讲，今仔就是要来大安泡茶啊。我咧想讲，敢有可能见你凉水啊凉水？结果咧，大安溪莲藕园，然后咱等下爱家己来去挖来煮莲藕茶。好，咱来去园的内底挖莲藕煮莲藕茶。观众朋友，阿峰即马装备已经成好啊，行，咱会当来去挖莲藕咯，煮莲藕茶。好，咱即马吼特别来去水内底挖莲藕，像即阵吼，拢无法度伫咧内底偷放料。哎呦，较正经嘞，好，要来啊！即摆还阁切呢，还阁切呢。我是讲落去会到遮，啊，因为遐即水有无遮长，我是讲水会到遮，即摆还阁切呢。哇，这落个糜，这土真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日任务完成啊，要来去煮莲藕茶咯。这集牵摇起来结束，轻巧轻巧，轻松简单简单啊！无啦，讲笑的啦，这是迄边迄个逆长伊画好的。即马啦，即只安尼若甲撒出去的时阵有无？连袂到叫报警察啦。好，啊，即马咱嘛是一步一步来，照步来啦。啊，然后到底是伫咧倒位，然后到底安怎画？行，来去请教迄个逆长。你个看，咱为遐一路行过来，挖然后啊，毋是摕一支这安尼，吐咧，莫跋倒，捡就有啊。你看，啊这一世界拢是大小简单，问看卖好啊。消防队，咱来甲访问一下，这一定巷仔内行的啦，看到迄支水性就知影啊。泡水上喷，泡水小喷第一名啦。来，迄支水性上主要的功能就是讲冲土尔，甲土冲个怎去呢？像讲你挖这挖偌久啊？要8冬啊！啊，当初想讲要来挖这是因为爱生水哦。所以这挖内底有钱的对吧？敢有会当斗3工的？一千公是过了2千的。所以这有算是一个人的头路尔。一个人头路。这一工会当挖偌济？300几斤吧。无到1工啦，差不多6点钟嘞。细条先挖起。细条一定较济啊，边仔拢会细条拍条，阮知影先把细条摕起来，才当个摕大条的。你要一只大条摕起来，无法度用细条拍伫土边啊。就是细条的爱先捡起来，捡了才开始挖大条的。你摸下就底啊。摸下就底啊。哎，你若感觉来你摸条，你感觉莲藕就是夹在底安尼尔，啊你就是摕起来。真简单嘛，无啦，因为已经摸着条看，我来试看卖者，是不是我都安尼？摸下就起来，摸下就起来。安尼摸起来了后，就直接等边仔就好。这个水面才是湿的，你是土底是湿的。哦。我搁这水拢啊放伫土底后，就是今仔日无物件。啊，比如讲，我就想看到这，是毋是代表讲这下骹就有啊？下骹就。晓哦。其实知影伊咧知影下底有，嘛是无好画呢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这拢专业的。土，落公买较好画，啊，但种大的无好画。这敢有美感？看你笑到安尼。无美感，这是看你镜头有力无力安尼。这离文头顶功夫无介好，我看过你。真正就是真正用镜头啊。啊，像这乌的这是烂起来哦。那旧年的，草。这都草的，你看卖。看卖草。观众朋友批一个，听讲这草的，你有批着无？旧年的哦。
真个真是用这种哦，所以这是伊种落我甲挖起来。这大条就是某的边仔拖囝，这就是囝，囝就变这。啊，这是要搁甲种长去啊，这啦。这就是搁要。看这画面是，伫咧水内底吼是安尼。一般来看到就有无？伫咧水面啊，就敢若看到这边，伊即只有无？是伫咧土内底，啊，即只浮出来外口遮，要挖的部分哦是这个哦，安尼个挖开，啊挖这个，啊这个搁真细长，好，真厉害。这个锅啊。锅啊，这个伫个有无？下骹照通话，摸落的时阵有无？会当较明显就是讲，这个土较厚，较袂像倒仔遐手已经淋落去，探足深落去啊，还阁挖无物件，而且挖落一定就无毋对。我拖咧那个挖有无？我看这顶悬这锅啊，一支一支无啥有无？下骹吼，然后头来暗去啊，乌白拍乌白发，感觉。啊，这是我无丢地就叫我压长去啊，压长是毋是就较无迄落？所以咧挖的时阵爱细腻吼。哎，你若无小心挖一个有，你睇噗一声，足脆，啊就长去啊，啊迄阵就无效啊。你的水性泉泉的，伊个土敢会到边仔去？我的手就是往对边仔尔。哦。对水边。哎呦。啊，摸就对啊，这就摸对啊。嘿。但是伊生安尼去啊。嘿。所以你袂使硬办啊，你要规条拢摸出来时阵，你就知。算讲爱知影讲伊。迄个然后安怎拍，就是全部土拢甲送开了。手摸落，啊，就为遮一摸，啊，最后伊全只土规就走了伊啊。嘿。啊，走了，才规条提起来。嘿。啊，伊有，我说拄仔来讲，伊有囝。嘿。这囝一定拢会拖，啊，爱先甲囝提起来，啊，无囝就夹掉。这土拢足大条。敢有晓捌啊？礼拜啊？看市场啊晓，阮就晓。现我现出就对啊。叫恁讲半暝啊，人咧市场挂掉。对，你的水性有无？敢会当转互阮镜头看一下，看迄支会当转偌远？无远啊，安尼尔。哎，安尼讲无远啦吼。啊，你若较远的，拄仔转转去真正台北的大安区去啊。要滑啊？要滑好哦。滑。我讲好就好。哦，等下哦。你滑咧就。好。哦，这真正有强哦。滑过啦。会啦。这两暗通冲。要对水行。对水行，我才知影恁牛位倒有时啊。人家都讲乌金无石油，嘿，伫咧遮啦。好啦，较正经的。这无地手咯。变安尼啊，变紫色乌乌安尼。这爱落就有冷啊，白白冷。嘿。系啊。这较少啊，有诶足济。欸，我摸到一支啊呢，我摸到一支足大支。卖乱啦，绝对。连去斗3工啊。好啦。有错吗？好，行。欸，其实哦，这嘛算真趣味啦，啊嘛轻巧。安怎讲轻巧咧？因为哦，唔是咧水内底摸，就是咧边仔拖。我即马吼，就是咧田咧边仔拖。唔是咧摸，就是咧拖。一支干仔内底底红色的，是阿峰的火，甲寒转出来的然后茶。要啉一嘴无？我啉看。赞。什么口味？然后的口味啊，安尼讲，唔知我咧讲啥吼，家己来画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做然后的滋味，确实赞。欸，这个，咱有一个问题，甲你请教一下吼。这收这个土是要保鲜菜。嘿。算讲我无你这个你即摆你像这表面都歹看，你莫像你啊皮拢破的。嘿。你若摆这皮拢乌。哦，迄就敢若讲咱面会去无迄种感觉就对啊。嘿。啊，你算讲你头壳卡你人迄个表面，你表面那个乌会看无？嘿嘿。
哦，啊嘛较袂焦，较袂冰嘛。遐百货公司免买啊，遮足济啊，嘿啊，来学，紧嘞，来学。我看伊这有无有分大细粒，像伊迄一节，迄就是装一箱的嘛，迄是炖排骨的嘛。啊，像这种的咧。那个是煮莲藕茶，这咧煮敢有啥物美角啊？它好脆脆呀，啊，就直接落去兄弟安尼，像这种的。迄煮的，这会使炒啊嘛，会使凉拌。哦，所以伊迄大细机的用途嘛有无共，啊，所以讲咱伫咧远的水遐呢，拖起来了有无？会先分哦，分我讲什么款的用途，啊，会甲做保湿哦，莫讲互伊较焦会变贵，抹涂啊，称重包装出去。所以讲咱伫咧远的内底做事，可能就是一透早最早就是开始咧煨，煨到差不多咱要挖到的时阵，日头当炎的时阵，迄时阵水的温度较悬，哦，可能嘛袂煨，啊，可能是来做即个分类的动作，啊，煞来就是可能是一般市场咧食的迄个模样，嘿，啊，咱咧食进前就是正做安尼，远的开始咧学的样有无？大家就知影爱排队来买啊。系啊，有的走过来抓，大概来好无？有拢去买无？现在咱咧食啊，头家足无用的。伊迄哦，然后啊，为迄远的起来就是有无，遐咧分尔，啊咧搁咧洗，吼，啊袂到咱迄个店面人挂货的时阵有无，人就排队来买啊。伫咧路边有无？大家也看到讲啊，即个远的吼，有咧叮当，厝边头尾啦，就看车都插咧，就开始来咧买啊。所以哦，这就真辛苦，就是讲哪位哪洗哪分类，吼分大细机，啊要做啥物公用的，啊搁来做生意。我拄仔有去甲了解到啊，是安怎然后地会红红吼，是因为伊内底有足侪铁会保火，啊这啉了对身体袂歹。真正讲，台湾人吼，足爱招人泡茶。你若讲像咧兴趣的来招讲啊，咱来去所谓泡茶咧吼，迄就是有代志啦。咱这念下书有无？招咱来大安泡茶吼，真正嘛毋是讲真正去大安区，是来大安去学即个然后茶。今日这个就到这，再会。